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这礼拜小兰帅有2尊大陆冷气团落入，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台湾冷的时间较长，这2天西部爱注意空气品质是真歹。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台湾等的大华府讨论大约70亿到100亿美金的军购案，望可会当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台湾去年只有13万4千外的婴儿，连续9档是愈生愈少，也毋过国民健康署补助的试工婴儿，去年有9000外个。来看昨暗开始北部佮宜兰的天气又搁较凉冷咯。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台北市阳明山早上低温只有9.8度。这礼拜5又搁有第2尊的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有气象专家认为讲，到时阵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有可能会落雪。即卖已经2月底咯，佮小连续有冷气团。前气象局长地面点嘛指出讲，今年咱台湾冷的时间开始较长。碰西部啊，高外山阁出现啊！大台北早起是开始一阵雨，降温的感受是真明显。大陆冷气大汉报道，台北市的草山和苗栗的大河，透早拢测到9.8度的低温。另外，北部、东北部的迎风面嘛转作有雨的无稳定的天气。气象署讲，拜三的透早各地温度拢较低。今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会跟今天清晨相比，会稍微再冷一些些。目前我们预估的低温在马祖大约9度左右，金门11度，中部以北、东北部大约12、13度，其他各地是14到16度左右。拜四开始，各地是短暂回温，西半部日时的高温会登去到24度左右。拜5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搁落南，各地天气搁转冷。气象专家讲，这波冷气团的强度搁较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是明显偏冷，平地的低温有可能伫11度左右。不过温度已经无亲像前几波的寒流遐尼低。若水汽配了好，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才有小可降雪的机会。礼拜6的时候，冷空气再进一步增强，那最冷的时间可能是落在这周日到下周一。今年北半球冷的地方很少哦，那台湾就刚好是在这个偏冷的位置上面，跟气候变迁应该是很明显的相关。前气象局长地明典指出讲，今年副北基震动，台湾拄好挖北半球3个冷空气外流之一，加上过去几年拢偏暖，今年的感受会更较明显。时序就要入来到春天，天气的形态开始转变。虽然讲一直到2月底，嘛是会有冷空气落南，但是冷空气渐慢的时阵，得有暖空气来补充，冷暖交替，都要加注意温差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陆冷气团落南哦，境外污染物嘛做伙落南。台湾的西部连续2天空气的品质拢无介好，尤其是台南甲高雄，今仔早起哦空气是真歹。相关的单位嘛监控污染源，嘛呼吁市民哦，得减少户外活动。18透早上班时间，台南市区街仔路一片看起来雾蒙蒙。民众出门就急上班，马路有挂翠暗红雨，就是都雾蒙蒙的，害我以为是起雾这样。都出门戴口罩，就是把口罩戴着，就是感觉就是最好的防范方法。因为大陆冷气团带真侪境外污染物，台湾西半部对17开始空气品质就真歹，尤其是南部地区更较严重。台南高雄真侪测站对早起10点就达到红色的警示，就是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等级。台南市的环保局嘛采取应变措施，减少污染的影响，包含洗街仔路、高污染的柴油车、甲机车砸落来检验，嘛对工业区甲主要干道的污染源来监控。还蛮严重的，因为早上一打开窗户就觉得说外面都是就是灰灰的，所以我就也不太敢那个啦。加强道路的洗街，还有工厂的一些查气、露天燃烧的查气，还有移动污染的乌贼车的拦检，来确保市民的健康，来减缓整个空品。台南市环保局除了呼吁无必要就唔通出门活动，嘛提醒敏感族群应该做好防护措施，出门就爱挂翠安。根据台南市环保局监测，这波空气污染会一直影响到18，呼吁市民都爱提高警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新光三越起步已经第6天了，市政府要求业者今仔爱甲外墙的危险物变扫互清气，无得会处罚。有民意代表嘛批评市政府到单哦，佮还未提供业者最近这几档装修的记录，质疑讲市政府拢无得稽查。
今仔市长罗秀燕嘛表扬迄天10个伫现场协助急救、有指挥交通的民众。吊车吊人去爆炸所在，清理外壁危险物件。台中成功3决爆炸，都发局限业者2月18进前都要清理好势，若无就照建筑法罚30万。不过有民代批评讲，市府高担，还阁调无业者这几年来征收记录，是毋是进前拢无主动查核？政府拿不出任何星光三月的申请，甚至连过往它每年或者是每季的一些相关的改装，星光三月好像都没有申请，台中市政府也完全没有在追究。都发局表示，星光3决最近7年有申报30几件征收，因为即阵咧无营救灾甲欺诈，并无行政拖刷的问题。业者的加强防护计划2月17已经送件，并无写到外壁征收时间计划，已经要求补件。缺了蛮多的附件，包括施工计划、施工机具、施工动线、甚至交通维持计划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昨天有推荐请他补件。台中市2月18表扬爆炸案10位热心民众，其中中华基督教病院一队护理师经判苏一环甲郭文环，伫咧事故当下随体伤患 CPR 急救，是谦虚讲，这是每一位护理师拢会做的代志。去询问过我们就是所有急诊室的同仁们。其实每个人跟我们做的选择都会是一样的，一定都是义无反顾的先去帮忙救治这样。为了帮助爆炸案受害者的后续赔偿，台中市政府有设法律咨询专线，目前有收到21件申请，不过嘛有人乌白卡来乱。有一个民众表示说，他是来做测试的，来看这个专线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来做联系。我们也希望说，真的有法律上的需求，再来做相关的咨询。法制局表示，咨询专线乌白卡来，目前也无法可发，或者甲专线留予真正有需要的人，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讲台湾等个甲华府讨论军购，金额大约是70亿到100亿美金。芒果当来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咱的国防部是无要评论，也毋过强调讲，透过需要，依照需要透过军购、佮商业交易、甲家己制造这3种方式来取得相关的装备。华媒路透社引述在内政的人士独家报道，台湾当咧甲华府商谈军购，考虑采购的金额伫70亿到100亿美金的军武，可能包含华航巡弋飞弹、甲海马斯导港火箭系统等等。毋望伫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时阵，得到川普政府的支持。路透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说明，本部这边不予评论。针对兵力整建的项目，我们会将军购、商售跟自制3个方式来筹获并审慎的评估，所以军购并不是唯一的管道。马川德总统进前才宣告，会透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甲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3%以上。然而，国安人士表示，国防部会甲已经有的军购计划提列到特别预算。并且把一般预算的空间刷出来，来做更较侪军事采购。互外界研判讲，创水南国造的预算2840亿，还佫有华地汽车飞弹系统预算866亿，可能改做特别预算。所有建案项目未完成之前，未获得预算之前，或是我们未完成规划之前，我们便都会透露。其实，川普第一任内对咱军售超过200亿的美金，因为国防预算规模真歹应付。苏当时蔡英文政府编列2个特别预算应用，分别是采买 F-16V 战机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金额2772亿外，也佫有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金额是2372亿外。与立法院沟通，好好的清楚说明国防预算的编列来源和用途。而非借机模糊焦点。一个新式装备的取得，从起案、建案到采购到训练形成战力，常常要花5到8年的时间，所以非常符合我们预算法里面规定的是跨年度的这种预算的编列方式，用特别预算来进行。那以今年 GDP 推估，2026年国防预算爱占3%，大约是8040亿。对照今年整体国防支出是6470亿，等于是佫有1570亿外的增加空间。不过，行政院爱先提出特别预算条例草案，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并且同时间提出特别预算，伫8月底进前送入立法院，才官会府伫今年内通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空军今仔针对永宁高教机的失事对外说明，指出讲15日早起8点38分，高教机对台东的志航基地起飞，升空2分钟了后，飞官是回报讲2粒发动机拢故障。因为这款状况较罕见，敢是受到鸟仔的攻击，空军嘛表示讲无排除任何的可能。目前有关键的乌鸦仔，阁还未找到。国机国造永宁高教机顶一日头一届发生事故，加在飞行员跳伞疯救起来。空军18做专案说明，讲飞官林伟驶永宁高教机15早起8点38分为台东志航基地起飞，做例行性的训练。想不到起飞2分钟了后，伫志航基地东北边4海里的所在回报美底，也阁有双边的发动机失效。飞行员是赶紧跳伞，救护机伫8点52分起飞，9点51分发现飞行员伫逃生艇内底，赶紧甲吊起来，甲伊送病院。整个飞行情况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正常。好，画面会停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出现了失效的情况。永宁高教机发生事故迄一天天气真好，有符合训练的标准。空军透过飞的路线，发现飞行的情形甲起飞一切拢有正常，一直到2分钟的时阵开始有各样。根据飞行员的讲法，伫高度差不多2000英尺的所在，明显感觉推力无去。检查发动机仪表，各项的数值持续在落。显示器嘛拢无法度显示，伊随通报，而且随弹射跳伞走出去。不过双边的发动机失效是真罕见，也若敢有受到交击，空军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但飞旋口述的这个情况呢，比较没有闻到一些异味焦臭味或者是发动机有一些抖动这个情况那它的叙述的情况就是明显的感觉到推力丧失。针对予永宁高教机残骸的进度，空军目前敢若找到倒边副机室甲固定室，也若关键的乌鸦仔到今也未找到。针对这点，空军请海巡艇炸升力，也有水底声音定位器继续在找。也若其他的永宁高教机目前拢停飞，执行天安的特检。外界关注讲，敢会影响飞官换装的训练。那在目前整个换训的这个情况呢目前都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们就尽快的找出有可能的原因，做完相关的训练跟相关的这个飞机特检。针对永宁高教机的飞官林伟跳伞逃生，得到大城济医院长马丁贝克的认证，才做好运的第7777个防救起来的人。照国际流程，马丁贝克会颁发证书甲纪念品予伊。针对这点，空军回应讲乐观其成。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面对大罢免潮，民进党昨宣布要做律师团来提供法律的协助。今仔民进党的立委李坤城甲中东中央的律师就去新北地检署提告，讲有接到民众的定情有民众无连续罢免李坤城，却收到查询单。内政部是表示讲，连续资料的正确性是地方选委会爱去找行政机关来调查，资料的敢是假，这是由选委会来处理。民进党立委李坤城甲律师做伙到新北地检署市零告发，起因是李坤城有互送案连续罢免，不过却接到民众定情，讲家己无参与这个连续，却收到新北市选委会查询单，疑似有伪造文书、幽灵名册的情形。曾经是这一个老的国民党的党员，不过现在已经失联了。那所以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个人的基本的资料。这个在国民党党部那边有所以被拿来利用成为这一次的这一个罢免的一个名册。这也是民进党宣誓组成挺公平、和民主的律师团了后，第一案用法律后援的告发。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18也要邀集互提罢免的17名立委讨论因用的策略。面对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来靠大罢免，那也要以罢制罢，更加点名郭建明甲兼党主席的赖总统是咧搭嘴鼓。赖总统一定会充分的掌握，所以现在演这么一出看起来也不过是在创双簧而已。那么赖总统就一直躲在这个柯总召的后面，是不是赖总统很害怕这个大罢免失败，不敢负这个责任？针对最近一直传出罢免人数疑似有幽灵名册问题，内政部强调讲，人数资料敢有伪造的情形，交由地方选委会来处理。提案人及联署人的资料是不是有遭他人代替签名、盖章或其他的伪造？
则是由主办的选举委员会的专职人员来办理。内政部要求地方政府甲选委会一定要提醒所有公务人员注意行政中立，卡免违法受罚。根据中选会统计，到17下晡5点收到55案的罢免案送件，其中52案是立委罢免案，1案是县市长罢免案，2案是县市议员罢免案。强调案件拢已经尽力处理的同时，会依法办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的林涵林、周兴成，红白讲在2015年在中国交查某，阁有相片哦。也毋过周兴成是批评讲，这相片拢是 AI 造假，讲伊会去提告。咱个立委会嘛强调讲，对话定定利用 AI 来传播假信息，都要特别注意。联电创办人也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罢免案的代表人周兴成，伊伫人面册大声骂，讲亲近中共的效果，就会变甲中共共款，目睭紧紧讲笑话，面皮比比更较厚。周兴成去互媒体人逼出来讲，若像伫2015年伫中国有外援，而且公布几下张因两个人的相片。针对这点，周兴成17暗时啊，搁一届发声明强调讲，这些相片拢是合成的，确定会对散布相片的人提告甲讨赔。也拿调查立委嘛支持伊甲告，请曹董事长啊，那么他可以依法去提出告诉啊，然后呢相关的司法单位也应该尽快的厘清，到底他有没有深伪的问题？那我觉得赶快就交给司法。这些领衔人，他们都只是一介公民，而非公职，但是却被加以非常多的人格抹煞，或者是私德的攻击。这恐怕都有一个中央厨房。面对大罢免的风波，都惊有境外势力介入。立委会主委邱水正嘛警示，中国正在利用 AI 侵略技术散布假信息，想要制造台湾内部的不安。咱国民众都要看明切咧。对岸有没有可能就是最近有用这种 AI 啊来抹黄的手段来进行政治的操作？我想中国大陆对台的渗透分化，以及统战各种作为啊，可以说。这个手法不断的翻新，他利用各种这个深伪的技术甚至 AI 等等以假乱真透过一些假讯息扰乱我们民主宪政的正常运作那么制造我们内部的不安这是过去我们都知道他常用的手法。中国政府在2018年8月推出基础证。立委会苏当时认为讲这是统战的策略。邱水正强调讲，政府决定重新启动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修法，针对申请感染中国居住证的代志，除了为英国经验来看，嘛邀请学者甲专家来讨论，要并伫立法院新的会期内推出相关的草案。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甲罗西亚外交部长带团要去沙特阿拉伯来举行会谈，讨论俄乌战争收煞，甲安排总统互相访问。也毋过这届的会谈无邀请乌克兰甲欧盟参加，欧洲的国家领袖是真烦恼，讲会防边缘化。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嘛召集欧盟的领袖开紧急峰会来讨论对策。伫咧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等人17到沙特阿拉伯时阵，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记者问到美国甲俄罗斯关系恢复，另外一个问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结束俄乌战争的会谈，乌克兰无参加。这个会谈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任了第一遍访问利雅得，利雅得有参加甲华府就加沙走廊未来命运的谈判，协助顶礼拜以下换犯人行动。伫专门上任了，伫咧华府甲莫斯科的接触早期阶段，要出一寡力。官员讲，这是俄战争以来双方上重要的会谈，也代表美国原本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到川普时阵有改变，所以以后有机会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不过，美国这招让人意外的外交手段，和乌克兰甲主要盟国本来想要伫咧谈判都有参加的机会失望，也才有巴黎紧急峰会，要来应应美国甲俄羅斯可能推出对因不利的协議。Україна про це нічого не знала. В контексті збільшення цих обмінів і кількість обмінів і кількість полонених наших хлопців під час. 泽伦斯基讲，2月20日在凯洛格可能会点2天甚至更加久，想要带伊去前线看卖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罗
罗西亚伫2020年的2月24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这场战争已经战灭3档咯。过程中乌俄双方唔捌坐落来参详。伫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美国甲罗西亚即马要先展开对话。也毋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未信任乌克兰无在场的协议。欧洲国家嘛对这场会谈表示不满咯。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上英为咱来分析目前上新的局势。是主播。解破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个俄乌烧战的已经战3档，即马总算是有机会通过法庭啊。也毋过这场谈判到底是要安怎来进行呢？咱先来看乌克兰的立场，因为即马呢是由美国甲罗西亚出面来桥，所以乌克兰呢是真爱介叫，伊认为讲家己就是事主，所以是真反对美国甲罗西亚来秘密讨论。另外呢，就是这美国嘛有公平想要乌克兰50%的稀土矿物的资源，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你要资源是会使，也毋过呢必须要提出公平的军事援助。另外呢，就是这个乌克兰是一直拢想要加入北约，也毋过即马美国甲罗西亚煞拢无要插伊。这个乌克兰即马态度呢是有略啊落软，伊讲若准会当加入北约，安尼就会考虑用外交的方式来敲切领土也佮有边界的问题。那若这罗西亚因的立场到底是安怎嘞？这回这罗美的谈判，罗西亚代表就表示讲，伊谈判的重点呢，就是希望会当赶紧来恢复罗美的关系。另外，再来讲罗乌停火的安排，也佮有就是要量早来安排普丁，也佮有 Trump 会当赶紧来见面。其实对这3项甲看起来，咱会当知影讲，这罗西亚虽然嘛是共款希望停战，也毋过其实美国的态度才是关键。那真有通讲出，互罗美双方拢真满意的条件，安尼这停火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啊。其实这场谈判呢，目前呢是干那美国也有罗西亚咧讲，其他包括乌克兰也有北约，甚至是欧盟，是拢干那会当伫边仔咧画小尔尔。咱来看美国的态度，这国务卿鲁比欧呢，伊是先来安大国际的情绪，伊讲其实这场谈判是要先确认罗西亚的动机，知影因有准备要停火，才会来找俄国也有欧洲做伙来讲，做伙来敲切。因为这个法国意思，伊是认为讲，这北约甲欧盟应该就要行大声，除了赶紧来讨论这个谈判的应对方式，又爱甲武力也有乌克兰入北约的议题，拢甲搬出来讲。另外呢，这态度有够真明确的，就是这个英国啊。英国的首相史凯尔是来表示讲，英国呢是真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为着这个欧洲的和平，因已经准备要派兵去协防，希望呢，互这个战争莫阁继续来恶化落去。其实这俄乌停战的谈判呢，各国拢有家己的立场，也拢开出一寡条件，未来到底是要安怎行落去？即马就爱来看罗西亚甲美国，敢有法度来讲出一个双方拢真满意的结果。这乌克兰地震内底，其实因为势力无够，所以电脑无通伫第一时间就出来讲话，刷落来发展，其实国际拢真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等以后主播。感谢上映哦，咱继续来关心美国的达美航空一台飞行机伫加拿大的多伦多国际机场降落时，可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哦。飞行机冰180度，飞行机顶头包括4个机组人员，计共是有80个人。这事故是造成18人轻重伤。这只倒伫跑道的飞行机，伊的8道对天，会当看出伊伫降落的时阵，有可能发生真恐怖的状况，嘛有人受伤送病院。Yeah, we've got it. The aircraft is upside down and burning. 机场的官员讲，伫飞行机顶有4个机组员，76个乘客，其中有22个拢是加拿大籍的，其他是国际旅客。First and foremost, there was no loss of life. And this is in due part to our heroic and trained professionals. That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2:30 p.m. is Delta Airlines Flight 4819 from Minneapolis to Toronto, operated by subsidiary Endeavour Air, was involved in a single aircraft accident upon landing at Toronto Pearson. 根据加拿大气象局的资料，机场迄当阵是咧靠风势，风速每点钟51公里，瞬间阵风是每点钟65公里，气温是摄氏零下8.6度。机场方面表示讲，这个意外调查搁伫初步的阶段，即嘛无方便来评论。Upon arrival, my team conducted fire suppression, self-evacuation
was already taking place. What we can say is the runway was dry and there was no crosswind conditions. 但是对画面顶悬看到的是飞行机规个倒伫个大细拢砍掉的涂骹顶悬。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有时夫讲，消防局长的记者会结束了后，官员是宣布讲，迄天美国经新代志的发展，有真侪守伫遐的媒体拢感觉真失望。机场方面讲，迄当阵是因为搁在应对大风含真寒气温，顶礼拜6礼拜的暴风雪，和跑道的积雪22公分。航空公司已经拍饼，予延误的班机会当起飞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想要进行半导体产业务，最近有风声讲，台积电可能会收购英特尔代工部门2成的股权，让英特尔伫美国会当来生产上先进的晶片。也毋过有专家就分析讲，台积电甲英特尔合作这个问题恐惊会真侪。台积电美国厂设厂的进度搁再引起关注。根据外电的报道，亚利桑那州的第3座厂传出可能提前到今年6月动土，2028年第3季投产。另外，为着将晶片制造邮转去美国，外媒报道讲，传出台积电有可能收购 Intel 代工服务部门的20%股价，又可会当避免反垄断监督。台积电入股 Intel， 协助 Intel 把先进制程的良率提升，确实有可能会分走一些台积电现有的客户，但是相对的也让台积电不会再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可能。合资能不能让 Intel 的代工事业比较有发展哦？这个其实是存疑的啦。这个在技术上来讲的话，也不见得那么可行。根据路透报道的分析，美国为了强化半导体的产业，掌握关键技术甲生产能力，当拍拼促台积电和 Intel 的合作，无排除采取这几种合作模式，包含如果 Intel 晶圆代工业务，或者是和 Intel 建立合资企业，或者是技术合作，搁有接管部分，或者是全部 Intel 的晶圆厂。针对市场的传闻，美国是台积电甲 Intel 合作。国安高层17表示，政府会替产业解决困难，未逼台湾产业。根据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统计，今年台湾的 IC 产值有可能会当突破6兆。专家提起讲 ，IC 产业也要注意，敢会真做后一波去美国的产业。全世界10大 IC 设计的排行榜里面，台湾也有几家在里面。这个会不会以后也被川普政府当作是一个，你必须来美国设一个公司哈，然后把你自己当美国人，这个其实也要小心。专家建议台积电要甲美国建立关系，让美国了解先进制程也是伫台湾生产，也若16奈米以下制程是销去中国，需要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的白名单机制，犹原也未证实敢会出现转单条，这拢爱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中篮球联赛 HBL 的总决赛伫3月7、8、7、92日举行。摆渡家长会是予家长投诉讲因家长会设计一个大礼包，一个座位卖5000多块。台北市教育局是强调讲无应该安尼做，摆渡家长会嘛表示讲会甲钱退予家长。有够有活力，学生伫球场顶悬投入杆、射粒杆、电球机。113年的高中篮球联赛 HBL 总决赛要伫3月7、8、7、9开始比赛，但是台北市立北一女中的家长会所投诉讲，家己规划总决赛的加油区200个位配加油棍啊、悠悠卡含乌烟的衫等等，包装做北一专属的 HBL 大礼包，用5281块这么悬的价值在卖，引起争议。对这高中体总讲反对学校私底下卖票的行为，从来没有同意，不认为这是可以用来贩售的一个方式。那校长第一时间也说，他们是目的是要募款。那我们也沟通到，其实募款有很多方式，那用这种方式呢，很容易造成外界的误解。高中体总的秘书长朱彩虹讲，第一时间已经和北一女的校长来联络，学校方面嘛已经甲卖公告来落价，而且伫学校的官网公告回应，表示讲伫短短2点钟已经有100个人登记嘛完成汇款，干那其他的家长是无认同这个募款方式，已经请家长会暂停这个募款活动，而且照捐款名单来做退款。实际打电话给北一女的家长会，因是假调，无愿意回应。原则上啊，加油区的座位不应该拿来作为就是大礼包的内容之一。我原则上是提供给该校的学生来为自己的同学加油。
另外，未八一路大礼包的行为，敢有犯着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之1条的纪律？台北市教育局体育和卫生保健科长吴清官讲，会阁和中央主管机关来了解后壁应该安怎来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3月开始进行高中校长的遴选哦，全教总是质疑讲，国教署要开后门来放任大学附中的校长唔免比试。国教署嘛表示讲，因会找时间来对外说明。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质疑教育部国教署对目前公立高中的学校校长遴选的制度拍算开后门的空窗，放任唔是伫委托范围的大学附中校长会使免除笔试，为高雄某一间大学附中的校长，这是特别制作。该制度会当直接进入面谈的阶段，这对其他人并不公平。因为他们原来是不同的轨道的赛制嘛，然后他现在夹着他弯道超车的优势，就是打算呢掠夺，然后呢进入第2阶段。全教总质疑讲，国教署虽然是借重办学的经验，促进人才交流，不过放定条件，拍破遴选制度，难免是有行后尾门的嫌疑。现一个校长若准想要伫无共主管机关管理学校选择，就必须参与新任校长遴选的相关作业。若直接跳过第1站笔试甲积分的作业，难免会有争议。他本身没有委托，你就不应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他其实也可以从用新任的一个角度去重新比试。我觉得如果这个校长经验够丰富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用去担心跟别人竞争了。3月就会进入高中校长遴选的大季，全教总呼吁国教署应该回归原底办理机制，不应该直接开后尾门，亲像是为特定对象特别设定下属的资格。国教署对此表示，已经开始处理资料，伫收稿进程也未对外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少子化真严重，去年只有134000外阿婴仔，连续9档是愈生愈少。也毋过国民健康署补助的试管阿婴仔，去年就有9000外个。国民健康署嘛表示讲，补助3档来有2万外个试管的阿婴仔，其中有600外对翁仔某是生第2胎哦，有4对翁仔某声称讲要拼第3胎。现代人万分万生，生育率是逐年降低。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就算是2年，去年2024年新生儿出生数是13.4万外人，搁创新低。已经连续9年新生儿的人数拢降。不过卫福部补助催生的试管翁仔，去年成功生9000外翁仔，说是扩大人工生殖补助计划以来的新冠。38岁以下的话，基本上做试管的成功率都有50%以上这样。如果你是35岁以下的话，基本上你的成功率都会到80%左右。卫福部国健署讲，2021年7月开始扩大人工生殖补助，3年以来，拢总帮助超过2万对翁仔某迎接24000外新生儿，某年岁中位数是38岁。去年有8000外对翁仔某是顺利生，9034个试管翁仔，嘛比前2年增加。另外嘛有未生的翁仔某是善用补助，已经是2个3个啊。657对夫妻已经顺利迎接他第2胎的这个试管婴儿的到来，有4对夫妻已经开始申请尝试进行这个第3胎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补助。国健署提醒讲，有计划要生囡仔的翁仔某应该量早规划，掌握25到35岁黄金生育时机。只要翁仔某其中一个有咱国的国籍，某还未满45岁，翁仔某规律性生活是超过1年以上，同款无有新的消息这条件，就会当到全国103间地域的人工生殖机构，请医师来做评估，申请补助。一般的翁仔某第一摆申请，上悬会当得到补助10万。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环境部今仔宣布成立净零日生活的大联盟，未来若有企业有 ESG 相关的需要，会当透过这个联盟来协助。目前嘛已经计共有14766间的企业、机关、各学校团体加入这个联盟咯。环境部拜二成立净零日生活大联盟，邀请学界、产业界等等超过20个单位加入联盟，希望透过企业的力量，推动员工的净零意识，斗阵把环保的习惯落实在生活当中。今天来的也有包含了华航，也有包含台达电，等于是说让大家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都可以到这个地方交朋友，甚至说找到一些这个 solution 一些解决方案。
针对大饭店无阁提供一届性用品，引起侪民众不满。环境部长表示，拄开始大约有9成的民众反对，经过宣传，渐渐已经有3成的民众支持。环境部长希望企业带动观光行动，渐渐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转型。环境部邀请侪企业参与论坛，来讲日式办公、日式旅游、日式食食等等的主题。我们每年也会举办绿行动的市集，我们邀请社企当地的小农到我们的办公大楼举办市集。环境部长表示，进行排放的过程，民众一时定着未习惯，后续也会继续做社会沟通，嘛希望透过企业的分享甲交流，到底落实日式企业的目标。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今仔有环保团体邀请国外学者针对核能来做讨论哦。来自加拿大学者是认为，要搁起新的核电厂，至少得爱开10档的时间，唔拿开钱哦，搁了时间。伊建议讲，咱台湾不如发展愈侪再生能源。台湾核三厂伫今年5月正式投入，但是经济发展，台湾用电需求逐年增加，使用火力发电、核能发电、佮再生能源，各界拢有无同的看法。环保团体伫拜二举办论坛，针对气候危机，核能是毋是会当加做解决方案来讨论，邀请国际学者分享核能发电的风险评估。And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utilities found they were too expensive to operate. The amount of power they was generating was very small, and the costs were not proportionally small. And so most of these reactors were shut down. 学者指出，若是要搁起新的核电厂，平均至少要10年的时间，了钱搁了时间。伊认为台湾应当加发展再生能源。环保团体指出，目前伫台湾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大约占12%，成本比核电搁较低。但是面对着自然环境的影响，发电供电较无稳定。学者也指出，爱发展多元的再生能源来克服问题。可三研一的话，依照国际经验，它可以发一度电都要是4块钱左右。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些太阳光电的案场，它其实只要3.8块，然后有些离岸风力的案场来讲的话，它的价格也是低到2.5块左右。另外，中华民国核能学会也指出，台湾有8成拢是靠火力发电，若是要以净零碳排为目标，建议也是要考虑核能加绿能拢使用的做法。核绿同行是比较稳当的一个做法啦。那既可以不要让未来的发电成本不断的在上升，也可以继续提供稳定无碳的基载电力。核能学会表示，若是核电和再生能源同齐发电来减少碳排放，也会当大大降低火力发电的比例，对未来再生能源稳定发展、提高供电比例也有帮助。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的华南市场改建已经完工了，今仔开始试营运，也毋过有打伤民众是怨叹讲市场伤过大，支票伤过少哦，因定行毋知路。有民众嘛批评讲市场动线的规划有问题，要去二楼食饭哦，爱经过一条车道是真危险。看到老主顾搁转来啊，这个反而是欢喜甲。有超过40年历史的宽南市场，从105年开始原地改建，即马1期甲2期就拢完工，2月18开始试营运，为设备到运作模式拢全面升级。对这边的环境啊还不错，进出比较方便啦。差很多啊，现在比较宽啊，走路大家比较舒服，以前比较窄啊。新的市场有8层楼高，超过1300个单位。除了空间加真宽以外，嘛大大改善通风甲空调的系统。不过，这个改建用要9年的时间，未少反而也无啥的关系。重点是市场范围太大了，有的客人都认为说走到脚好酸，然后买太多东西提的话，那提很远，那太重了。找不到，因为我之前买的整个摊位都大乱了，所以找很久。新的市场是看蹦蹦，袂输是白宫。初期路线的指标较少，嘛无明显。人客若想要找特定的单位，就要一间一间安尼踅。另外，嘛有反来怨讲，第2期的工程大部分的电梯敢若会当搭到2楼尔，停车场煞伫4楼以上。若伫1楼做生意的，下班了后要驶车，就要踅一大连。若民众若想要去2楼食饭，电楼梯爬起哩，阁要先经过一条车路才会到位，安全问题嘛受到大家关注。不管是进货的动线，或是出货的动线，都比以前中继的时候
还来得顺畅。他们的设施设备有的还在用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像水跟电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就逐步来帮他们改善。市长邱强调讲，初期漏水甲路线的问题，即马拢已经改善。也若租金的部分，原底反啊是起5%，拢已经进驻啊。也阁有70个家啊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互反啊来租，希望互市场的机能愈来愈周知。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桃园中壢昨暗头发生一件未成年车祸的意外，警方指出讲，这少年囡仔是驶爸爸的客停车可能是要闪车去弄到路边14台奥多麦，加载无人受伤，这囡仔甲伊爸爸嘛拢会受到处罚。奥多麦倒几排，为连车牌拢落去啊！17号要按通中壢市政路一台客停车，敢若是为着要闪车，弄到停伫边仔14台机车，好在无人伤亡。警方调查发现，肇事是一个未成年少年，伊驶是因老爸客停车。左边全部擦到那样，对，都壳裂掉这边。我们店门直接撞过来，然后撞到整排摩托车，然后他就一直前后倒退，后来就跑掉了。肇事后未停留现场。附近警方到场，且有热心民众协助指认并拦下，现场无人受伤，少年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这件交通事故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都要针对少年的老爸运转无驾照的人驶夜车，爱吊扣驾照3个月；嘛针对少年无驾照说是驶车，处6000到24000块的罚款。经过执法人员组织，拒绝停车逃走的人，罚款15000块到45000块的罚款；各有驾驶汽车肇事并无依照规定处理，罚1000块到3000块的罚款。台湾在很多整体的交通规范并不友善，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所以政府应该要用思考人本交通跟友善青少年的道路规划。针对未成年肇事弄车，陈小平提醒，避免标签化。媒体报道应该避免过度放大少年肇事问题，爱理解无照驾驶背后的原因，甲学校合作提悬家长对未成年囝儿交通行为警觉性甲监督责任。公视新闻詹淑云桃园报道。台东县环保局宣布讲，今年奥多麦排气的定期检验未阁发明信片来通知咯，车主是会当上网络去申请用简讯来通知。根据台东县环保局的统计，去年台东县奥多麦排气定期检验的比例有88.94%，全国排第1。不过今年1月开始，环保局取消用光批通知车主定期做排气的检验，改用简讯通知。有不少车主认为讲安尼收无通知，袂记得验车互裁罚。会记得说每年哪时候就要去定检？不记得，就怕老人家有的不会用，还是没有智慧型手机这样。环保局表示，台东县有10多万架奥多麦，因为全国推动净零排碳，减少纸的使用量，今年开始才会改用简讯通知，而且奥多麦店协助车主上网申请简讯的通知。我们这2-3年都一直在跟定检站一个合作，就是拜托定检站说，当你的客户有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也麻烦帮忙去提醒一下车主这样子。环保局统计，去年才罚2万多件无做定期检验的奥多麦，一台车罚500块，超过6个月会阁罚3000，甚至会去用注销牌照。所有奥多麦5年以上的车主，都要上网申请简讯通知。伫行照发照的日期前后的1个月，都会收到排气检验的通知，较袂去用裁罚。公视新闻台东报道。高雄的中央公园有一间宠物餐厅，当初签约的时是讲要做宠物的友善餐厅，也毋过去年底煞变成是宠物活动园区来进行试营运。观光局已经要求业者要暂停营业，重新来签约。看板顶管写着宠物活动园区，不过原本关伫4颗连灯的动物，都已经锁入去内底，业者暂停营业。这间店原底甲观光局签的约是要做宠物友善餐厅，去年底煞向向改做宠物活动园区，即卖和观光局要求停业。因为有一些没看过的动物，所以觉得蛮新奇的，但是走过去又会有一些味道产生，就不太喜欢。所以这部分应该要加强。对，我觉得应该是要加强，不然这个环境是可以，因为这边也是有落寞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这样子的地方，感觉还不错。比较可以了解动物的生态，可是要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跟安全管理。其实餐厅业者已经申请到动物展演的证照，不过管理机关是观光局。观光局表示，这间店是伫公园用地内底，
要伫遮饲动物做展演，牵涉到环境卫生、动物承受充足的活动空间等等的问题，这都是需要好好来研究讨论的。因为这个也会涉及到包括公园还有动物福祉的相关的处理跟相关的法令，所以我们审慎以待，所以也邀请了相关局处跟外部的学者专家，针对他重新提送的案子，正在进行评估跟审查当中。公园内底敢会当开宠物活动园区，有人认同，嘛有人提出建议。餐厅业者敢若透过员工表示，会照观光局要求来办理，伊无要出面来回应。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华人市有民众厝邻的铁门，和一只真大只的野豹给弄掉，后来嘛发现讲这是一只一级保育类野豹，就随通知林保署来抢救。林先生暗时转去厝，当要食饭，常常听到厝边伫门下口话讲有一只奇怪的生物弄着因家的铁门，出门来看才发现是一只超级大的虎虎，已经受伤无法度飞，大家赶紧把伊安置伫纸箱内底。他的头有撞到铁门，然后受伤，就有点湿湿的，不知道是不是血，看不出来是血的颜色。我第一眼看那么大只蝙蝠，应该是保育类动物，所以我就先上网查一下它的特征，结果真的是一级保育动物，虎虎。这只虎虎弄叫的事件是发生伫15暗时6点，林保署法令分署接到通报，随去救援。对身躯顶的标签，确认是去年8月伫美仑地区掠来紧救的母的野豹文文，因为无紧急的生命危险，所以先安置伫防疫所内底，基当刚送去台东野玩中心救治。它的重量大概是280克，那头部有一个穿孔的外伤。那我们怀疑是说，不排除是天敌所造成，有可能是猛禽类所造成它一个穿孔的一个陈旧的伤口。因为文文精神反应拢真正常，林保署表示，未来康复了后，会搁带转去花莲野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受伤的虎虎，会当赶紧通报，避免乌白饲者或者是家吓惊，提供虎虎稳定成长的空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时代是占总人口超过2成。国民健康署统计指出，讲跋倒是时代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2名。来时代都有一个捌跋倒，时代会当安怎来预防跋倒呢？咱做伙来了解。拄两支拐啊，看看行，就惊搁再跋倒。今年68岁的杜先生有糖尿病、颈椎捌受伤，行动无方便。进前捌伫厝内跋倒3摆，家在拢无严重。即马因厝内真注重整理的工课，定行的路线拢爱清理好势。杜先生也参加一照中心的活动，加强家己的体力，避免搁再跋倒。去林口的日照中心，他每天都有做一些作战训练，练习脚的肌力。国民健康署统计，跋倒是时代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2名。每6个时代就有1个人捌跋倒，每12个时代就有1个人捌因为跋倒送病院。跋倒可能造成骨折、行动不方便等等。国健署指出，即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时代占总人口20%以上，预防时代跋倒是袂使轻视的问题。那长者跌倒这些其实是可以预防的，那就如同我们讲的，至少有3招。哪3招呢？就是要从营养跟运动开始。那第2个呢，就是我们发现85%的长者其实至少有一项慢性病，血压、血糖、血脂的状况，这些都可以避免跌倒的发生。第3个就是所谓的用药安全啊，比较常见的是一些镇静安眠的用药，这是最常见的。那其次是一些降血压药，刚好提到，特别是利尿剂或血管扩张的药物。那第3个还有一些肌肉松弛剂哈。专家提醒，真侪时代有慢性病，一寡慢性病药啊，可能会致使精神无好，骹手袂溜了，这寡后果可能会增加跋倒的风险，就要注意。国健署呼吁65岁以上时代每半年爱家己也是互医疗机构做一摆长者功能评估，检视时代的身体状况，减少跋倒的风险。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解判台语的作者刘成贤是台师大台文系教授哦，伊嘛出版英语版本的台语教材，互对台语有兴趣的外国人嘛有教材通学台语哦。今年摕到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伊上大愿望，就是台语会当来开互自然共同语的地位。
要学一个语言，除了发音、语词，搁要学文化。市面上有各种文化参考册，说真罕得看到有得讲台语的文化。其实不管是研究还是出版，专门在做台语文化和理论语言学的学者是真罕见。台师大教授刘成贤为了要让大众了解台语的文化，唔那注心研究，嘛出版一款台语的入门册。我想要甲一般人对台语的印象破，因为一般人感觉讲台语也无啥，啊，都是甲华语差不多，啊，都是发音无共尔。我想要甲咱印象破。事实上，刘成贤英国伫金融界食头路，后来转向语言学，伊讲伊的初心，敢若是无关于台语，就安尼无去。毋那是台语句法，刘成贤嘛，因为真爱算语言，还是软体度领悟，伊毋那出版英语版的台语教材，嘛希望台语通有高度化的游戏，所以嘛开发学习网站，要互民众用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当然，因为进前教育部伊用的名是闽南语，所以其实阮足侪年进前就想要推荐新贤老师安尼，只是讲新贤老师伊一直感觉讲即个名无改，伊其实无想要领即个奖安尼，啊，足欢喜的。今年咱总算是会当用台语的即个名来做即个会当领即个奖安尼。透过台师大台文系的推荐，今年刘成贤得到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台师大认为刘成贤直直拍扁，互台语高度化、少年化和国际化，着重是对少年学者的肯定。因为刘成贤伊上大愿望，就是台语会当恢复自然共同语的地位。未来愿望就是想无咱的少年人会当莫干那会晓讲华语啊。对，我希望台语会当恢复伊原底的功能，因为台语原底就是台湾的自然的共同语，伊嘛是台湾的历史文化。另外，针对台语要恢复使用环境，开办台语学校，刘成贤嘛希望教育部要积极建立完整的奖励机制，才通互台语愈行愈久长，互台湾成做真正的岛屿国家。记者卢尚如、曾准由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